我知道，我尽量啊。走了啊。欢迎来到我的王国。你的王国啊，口气太嚣张了吧？进去看看。这个王国是我亲手经营、亲手打造的，世界上独一无二的。这种形式在人英国也有，不可能，这是我独创的。井底之蛙，人家只不过名字不一样而已，人家叫换妻俱乐部。我们这个跟换妻俱乐部完全不是一个概念，我们这是给都市单身男女打造的一种新的婚恋模式的私人俱乐部。难道说比换妻还要更刺激？我操！这就是我们城市走婚俱乐部的后花园。我知道你现在有点紧张，你的发型都是这么的优雅，你的眼睛，你饱满的额头，挺拔的鼻子，还有丰满的双唇，就连你选的香水都是那么的独特。你居然拥有这么迷人的胸型，你的臀部居然这么富有弹性，你就是我心目当中的女神。我现在要对你讲一句话。这一句话，我在全世界只对你一个人讲。嫁给我。有没有觉得很幸福？行了，你别跟他闹了。我给你正式介绍一下吧 Sean， 我们城市走婚俱乐部的当红男宠。当所有的姐妹们遇到心灵的空窗的时候，Sean总是陪伴在我们的身边。既然是珊珊姐的朋友。